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，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第三节，并前富贵，无分地位，服侍上帝，阿罗拜跪，阿罗拜跪，众人拢总齐声吟讲。伊名尊贵，应该敬奉，全地服侍，尽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第四节，主的公义永远不变，正人干净，无野无先。历代圣徒传播人知，主的功劳奇异伟大。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好来，咱听琴。互咱用欢喜的心来唱。天的万国，众人着听，大家真正归主免惊，对主万类同心合使，上帝都应该敬拜，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。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，天定主宰的大权力，地理万邦中察权柄，全地顺堂服侍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并前富贵，无分地位，服侍上帝，阿罗拜跪，众人拢总齐声吟讲。伊名尊贵，应该敬奉，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，主的公义永远不变，正人干净，无野无先。历代圣徒传播人知，主的功劳奇伟大，全地服侍，真心敬奉，万主的主，万王的王。好，第二首牧师。讲道说，咱要回应的是圣诗11首，宇宙主宰，你何等伟大！这首诗是咱原住民的牧师哈游游道所写的歌词甲歌曲。这个哈游牧师伊是花莲赛德克迄个太鲁阁群的人，伊。读迄个玉山神学院，足少年时毕业以后，诚做传道师，但是学校派伊去菲律宾去学习即个圣乐，因为伊自少年的时阵就真会晓作曲，伊作曲特别，阁是甲原住民的即个歌曲来结连，非常的特别。伊的咱的华语的名叫做曾春莹和庄春荣牧师。所以到尾嘛有去咧加拿大去学习。少年时阵，
伫交女朋友，因为女朋友嘛是基督徒，但是宗派无共款，因时大人无答应，所以迄是迄个时代，所以伊怎心内真艰苦，所以有写一首诗是祝恩典教我用。哦，即首诗是真出名，逐个拢有咧唱安尼。哦，伊嘛做真侪迄个原住民的曲，哦，影响真大。哦，所以即首诗，我嘛毋捌唱过，咱来读迄个歌词来。宇宙主宰，你何等伟大！创造万物，装他比即世界，世世代代称赞你荣耀。这宇宙何等美妙！所有壮年老辈，一切囡仔四岁，无分男女老幼。阿罗上帝创造宇宙，四季变化安排有特殊，规年冬天物产真丰富，大地见证充满主荣耀，万物保养你奇妙，所有树木。花草，一切走兽飞鸟，毋是飞鸟，一切走兽飞鸟，拢总喜瑞通传，欢喜阿罗创造奇妙，对主创造世人的教导，互阮参与不断的创造，你的恩典绵日地包围。你慈爱永远无离，不管族群种类，无论贫贱富贵，无分阶级犯家，阿罗歌声永远无退。所以第30节对主创造，这世人咱得到教导，互阮参与不断的创造。你的恩典绵日在包围，你慈爱永远无离。咱若每一日的生活，拢是即款的心情，那一定足快乐的。咱请苏琴甲咱弹一遍。所以有即个原住民的调吼，来，咱做伙来一预备来。宇宙主宰，你何等伟大！创造万物，装他世界，世代代代称赞荣耀。这宇宙中爱美妙。所有壮丽落陪，一切囡仔四岁，无分老幼多幼，阿罗上帝创造宇宙。四季变换安排有特殊，规年冬天物产丰富，大地见证充满主荣耀，万物保证你奇妙，所有树木花草。一切走兽飞鸟，拢总喜瑞
起乌路创造奇妙。对主创造世人的家道，予我免有不断的创造。你的恩典每日的包围，你慈爱永远无离。不管错困将累，无论贫贱富贵，无分开去关键，乌路歌声永远无停。咱今仔练习到这。这平安，今仔日是玉山新人院奉献主日，奉献地伫咱座位的头前，请关心奉献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造乐。上帝知完全的人的时日，因的产业要永远伫地。因伫患难的时无地见效，伫饥荒的日要得到饱足。三角来吟诗俄罗上帝，圣诗第4首，圣诗第4首，请起立。你的万国之王。
只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万有。我信上帝独生子，爱子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应十字架死，埋葬路因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天，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神国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地赦免，肉体过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查甲用启文第6篇来应答上帝话。启文第6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。我捌对上主讲，你是我的主。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。一块别个神明的人，一定加添痛苦。我毋参与因的献祭。上主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的福杯。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。我要称赞驾是我的上主。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。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间。你会指示我人生的道路，伫你面前，我有满满的欢喜。同心来祈祷，万军的主上帝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，众山也未受造，大地甲世界也未形成，你永永远远是上帝。我要对你唱新的歌，全地拢要对你唱俄罗的歌，地上万民拢要唱歌俄罗上主，也要用将荣耀甲权能归予阮的主宰。愿地上万民同心服侍，真心敬拜主上帝。怜悯的上帝啊，求你听阮求救的声。早起时，我要求你听阮对你恳求的声，我要对你排列阮的罪过，也无隐瞒阮的罪恶。阮一定要对上主承认阮的过失，你就要赦免阮拢总的罪。我要活倒转来归顺你，跟缀你，阮的心也要切切羡慕你。阮的上帝，你的威严普遍全地，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。阮所徛起现今的世界，充满邪恶、混乱、自私、骄傲，国甲国相斗争，族群甲族群相怨恨，家甲家无和谐，人甲人无相疼。求主上帝施行你的威严甲权能，互你的旨意行伫地呢，亲像伫天呢。互阮所徛起的即个世界，诚侪你的国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主啊，我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为着教会未来的发展，伫牧养、敬拜、宣教、关怀以及建堂的事工顶面，恳求你亲身感动，应选兄弟来服侍你、服侍人，由你坚固阮的心。也鼓舞阮有正确的行为来回应你的呼召，通过疼人、关怀弱势，来互人看见阮是你的学生，嘛透过阮甘心的服侍，参与教会各种的服侍项，甲众兄弟
有同一样的心来兴起，来见证你的福音是上山这个所在，互你的名伫遮得到高举。今仔日是玉山新人院的纪念主日，愿要恳求你的赐福，伫即间你所设立的学院，互学校的老师、行政人员有你所赏赐的智慧甲文字，互学生得到信仰甲服侍的操练，通过未来伫你的教会有真良的服侍，培养正信徒。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。阮即时也要照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吟讲。心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话，记载伫2位的圣经。第一位，出埃及记14章15节到18节，伫台语汉语本圣经旧约73页15节。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啥事后叫我？你着甲以色列人进前去。你举竿仔，伸手击海，来分开伊。以色列人要伫海中行大地，独我要互埃及人的心硬，因要跌落去。我要伫法老甲伊的全军、伊的车、伊的马兵来得到荣光。我伫法老甲伊的车、伊的马兵得到荣光的时，埃及人就知我是耶和华。”第二位，伫新约使徒行传13章第1节到第3节，伫台语汉语本圣经49页。第1节，伫安提阿伫教会中，有先知甲教师几人人，就是巴拿巴甲称作尼结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求，甲分封的人群希律同培养的马念以及扫罗。因服侍主禁食的时，圣神讲，就甲我分派巴拿巴、扫罗来请我调因去担当的工。对安尼禁食祈祷，用手喊因，就找因去。讲道请各上优要牧师，代表是一小步一大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真歹势啦，我本来爱讲台湾话哈，但是真无顺啦。因为哈，我伫原住民教会46档的牧会哈，拢讲台语讲作话啦，所以哈，我讲恁的话哈无顺，所以我还是用华语来讲，对，真的很抱歉哈，很抱歉。我叫够上又要，刚才曾长老说你的名字，你姓什么？我说我们没有姓呢，够上是我，又要是我的老爸，所以我们叫够上又要。我的囡仔叫做什么呢？又要够上，个孙仔都够上又要安尼，是安尼哈。好这个是我的叫我自我介绍一下。好我在太鲁阁国家公园门口有个叫基望纪念教会，是原住民第一间教会，所以那边有3栋。如果你们去太鲁阁国家公园，不客气来到我们的教会，欢迎你们。我也是一山神学院的董事，所以他们特别派我来到松山教会，因为一山神学院告诉我们说，松山教会长久以来非常关心一山神学院，你们常常为我们祷告，也愿在那个金钱上来服侍，所以他们说还是请我来在这里讲道，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哈。好 ，OK，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是一小步成为一大步。弗洛伊德他是一个梦的解析者，他开创了心理学，对潜意识有全新的理解哈。还有1969年7月20号，人类的第一个登陆月球，阿姆斯壮留下了名言，他说：“这是我的一小步，却是人类的一大步。”阿门吗？阿门。你爱夸我啦，卖困呢。如果你们再睡的，我要下去了。我在教会讲道吼，不会站在这边，好像我被绑了。其实我自己会带那小蜜蜂这样走下去。我教会的信徒也是100多位，
100多个礼拜，我没有让他们睡觉。我说你如果很累哈，请你回去好好困，摸摸过再来。所以没有人敢睡，因为我会问他们呢。等一下我下去问你们哦。人类历史上就是有人愿意勇敢踏出前有未有的一大步，才有带来了人类新的发现和进步。阿们吗？对呀。你们有反应了，可见你们很有精神哈。莱特兄弟也是一样，他们敢于飞，梦想说我人可以飞，所以他们呢，第一部飞机是从他们而来的。希望每个人都有一台电脑，而发展他们的微软王国，不是吗？好，威尔森他也讲过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因梦想而伟大。”所有的成功者都是大梦想家。好，你告诉你自己，我是梦想家。我是梦想家。可见你们不是梦想，因为你没讲啊，你爱讲，你要自己嘴巴说，是因为你心里有这样的梦想，有敢讲，表示你是有理想的。好，出埃及记是以色列人历史中伟大的拯救事件。入迦南是应许得以实现伟大的梦想，不简单呢。要从法老的手上谋掌离开，那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他们受神的呼召，摩西受神的呼召，他们勇敢的要带以色列人出去。在出埃及这个伟大的救恩行动中，让我们看见上帝是反奴隶、反压制、反迫害，并使人得释放、得自由的上帝。我们一起红字，大家一起来念上来。上帝是反奴隶、反压制、迫害，并使人得释放、得自由的上帝。阿们吗？对。我们又看见以色列人因为出埃及确认自己的选民的身份，并形成强烈的民主认同，但伟大的事件经常会遭遇极大的困难。他们要离开是遇到很多的困难，不是那么容易的，是因为他们想，上帝既然允许帮助我们，我们就依靠上帝。你告诉你自己说：“我依靠上帝。”把你们的手放在你们心上。我依靠上帝，凡事都能做。阿们。你们都可以做的。到红海边，他严酷的考验来了，后面有个大的追兵追他们，前面有个大的红海挡住他们，退不是，往前也不是，你怎么办？有的百姓他们开始发牢骚、埋怨、责骂摩西，我们怎么办？难道我们要死在这个地方吗？你看哈，出埃及的一个小步，在这紧急关头里面，有以色列人非常的恐惧，他们会想到还是埃及好，有韭菜、有蔬菜、有大麦、小麦可以吃，不必在这边死。当我们看见摩西坚强的心智，摩西有一个很坚强的心智，无论如何一定要把以色列人从干旱的沙漠地进入红海，我们才拥有希望。摩西向以色列说：“我们一起来念上来。今天你们要看见上主怎样救你们，你们再也不会看见这些埃及人了。上主要为你们作战。”你们只要镇定，阿们。当我要来的时候，我跟曾长老在那边聊天说：“宝叔啊，我们没建堂呢，我们要建堂。哇，我想你们在都市建堂不是1000万、2000万呢，可能是要1亿、2亿啊，钱从哪里来？不是吗？钱从哪里来？”我告诉大家，我们的上帝是大财主，钻石、黄金、银、铜、铁、水泥都有，只是我们有没有这一小步？
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？如果有这个信心，上帝会把天上的钻石、黄金、银、铜、铁，他会把那个 diamond、golden、silver、copper 全部给你们，全部会给你们。只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？若有这信心，郑长老几年以后做好啊？5年，阿门。虽然我明年就要退休了，我还会来看见，不客气来到我的教会募款。面来了，我们会记了。我知道你们有梦想，你们有这一小步，有这一小步，神会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倾福给你们。是不是？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？我们再来读这个红色的字，讲来。今天你们要看见上主怎样救你们，你们也会看见这些埃及人了。上主要为你们作战，你们只要镇定。我们基督徒只要安静下来，单单仰望依靠我们的上主。我们的上主眼睛是明亮的，耳朵是非常清楚的，心里是敞开的。松山教会，你们很了不起。你告诉你自己说：“我了不起。”你们不了不起，因为你不讲，要常常宣告，我很了不起，真的是了不起，因为你是神的子民啊，尊贵荣耀的神的子民啊，阿门吗？是，你们就是，谁说不是？那是撒旦的声音，魔鬼的声音，常常告诉基督的时候，你是有病的。你是没有价值的，你是没有名的，你没有能力。撒旦魔鬼常常把那个病毒放在你的心里面，让我们负面的讲那些非常软弱的。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。今天来，我们再来举手来。今天你们要看见上主怎样救你们，你们再也不会看见这些埃及人了。上主要为你们作战。你们只要镇定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关键是上帝对摩西说：“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就是了，就是往前了。你不要把你不要往后退。在巨大危险的转机中，就是倾听上帝的话。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倾听上帝的话？今天早上陪着你们在做祷告会的时候。”我一直感动了，我说中山教会怎么被圣灵充满了？你们的那个快呀你们诗班在唱歌的，我一直受感动，怎么会那么被圣灵感动了这个教会？你们唱歌，我真的受感动，我一直在擦干我的眼泪。中山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往前走就是了，往前走，神必与我们同在。以色列人在上帝和摩西的带领下，一起踏出一小步，但这一小步却是以色列人民族脱离压迫，努力走向建立新的国的一大步。真是感动，真是感谢上帝。我们再回到安提阿教会的一个小步，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典范，首先向外邦人传福音。安提阿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教会，你知道吗？里面有不同样的人聚会在一起，就像我们吉望纪念教会，阿美族、布伦、达亚尔、台湾，还有那个汉人，我们有汉人2位的姐妹，她们将当我们教会的指示。我把它收集在一起的时候。我不能完全讲太鲁阁主话，所以我的师母，她也是传道人，她是中会的总干事，她要帮我翻译华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里面有阿密斯布弄台湾的路故，还有那个汉人的，这个教会非常的复杂。首先要向外邦人福音，要顺服圣灵。中山教会要成功，就是要顺服圣灵，常常被圣灵感动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不会掉眼泪，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诚心的悔改，
因为眼泪是上帝所赐给我们感动的心，遵从圣灵突破，唯独犹太人才能得救恩的排他主义。他们过去常常是排斥的，但是因为圣灵告诉他们，柔软他们的心，敞开他们的心，让他们可以接纳不同样的人。你告诉你旁边的人说：“我喜欢你。”不对吗？对呀、如果我们是一家人，告诉你姐姐，我没欢喜呢，我不喜欢你呢，妈妈，我不喜欢你爸爸，这个是怎么样的家庭啊？孩子、孙子常常相抱在一起。阿公，我有12个孙子哦，真的啊，有12个孙子啊。你们猜猜我几岁了？69，对，我明年要退休了。我告诉我的孩子啊，多生一点孩子嘛，因为我们是少数民族呢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少数民族，多生一点嘛。所以爸爸3个已经不错了哦。我说5个6个，我妈妈哈，到现在103岁还陪伴着我在一起，103岁。好假呢，好困呢，真的好睡好吃啊！但是他一天要读8个小时的圣经，我受不了。他一天要读8个小时的圣经，所以他眼睛有一点有问题了。我告诉他说：“妈妈，现在不要再读了，好不好？你眼睛坏掉。”他说：“我直到神接我的时候，我才要停止读圣经，一天读8个小时。”所以他在圣经里面常常问我很奇怪的问题。他常常会问很奇怪的问题，就是因为这样，神让他有力量。原来这个秘诀呢，有这个秘诀，喜乐是最好的良药。阿们。我们人常常生病，是心中没有喜乐，因为我们心中常常苦毒、怀恨、嫉妒。你要喜乐的话，我告诉医生，我相信中山教会有很多的医生。我教会有3个医生，我告诉我教会的医生说：“你告诉你信徒了，告诉你的病人了，喜乐是最好的良药。”他告诉你旁边的人说：“喜乐是最好的良药。”喜乐是最好的良药。免急也啦，上帝给你的，阿门吗？阿门。对呀，安提阿教会，因为他们有喜乐，有圣灵的同在，他们可以做更大的事。他们超越种族、阶级、教育的团队服侍。13章1节的同工名单中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奇妙的组合，就是他们愿意跨出一小步，接纳、欣赏、尊重、喜悦别人，事实上自己是被尊重的。一个爱喜悦、尊重、喜乐的人，事实上是他自己是被喜悦的。种族、阶级、教育的差异容易造成隔阂、冲突，却在圣灵引导下合作无间，超越的力量从何而来？就是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引导。如果我们常常受圣灵的感动引导，我们的心里是柔软的、幸福的、喜乐的、平安的。安提阿的一个小步，恩赐不同，就像我们教会里面。有的人会唱歌，有的人会服侍，有的人会诗会，有的会清扫，有的会插花。我今天看到插花好漂亮呢。这个是插花的人的脸，他的脸就这个样，好喜乐，感谢你，我们为他鼓掌好不好？有在我们中间吗？有，请站起来一下，请站。站起来，站起来，我没看你，这个就是你的脸了，圣灵充满，你让这个教堂充满着香气，让这个教堂充满着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医治。感谢主哈！好，顺服圣灵，向前宣教。这个教会，安提阿教会不断的成长，需要更多人才和投入。圣灵却感动他们，
派教会最重要的人才巴拿巴和保罗，就是因为这个安提阿教会因为圣灵的充满，他们差派安提阿和他们差派了巴拿巴和保罗出去宣教。我去土耳其走过了4趟，我发觉到那个教会没有教会了，你知道吗？土耳其没有教会了，都是废墟。但是我问那里的基督徒，有基督徒，他们成为家庭的教会，他们彼此的关心，彼此的宣扬福音。虽然不能外在的控制他们，土耳其是穆斯林嘛，他们是个穆斯林的国家，但是基督徒的教会，他们仍然还在那个聚会。那是因为巴拿巴和保罗教会，虽然经过挣扎，但最后顺服圣灵的引导，踏出宣教的一个小步，却成为教会是关键的一大步。安提阿教会原本是犹太教的一支，因顺服圣灵引导，成为普世性的教会。你我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正确的决定，可能影响教会未来数十年的发展。我相信松山教会，因为你们的同心、祷告、读经、服事，上帝会让这个教会增长起来。高俊明牧师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。1946年，他正是13神学院设校，借花莲县秀林乡。其实这个是在富士第一次他来花莲的时候，就在哪里呢？就是在那个花莲县秀林乡的富士，也就是我教会隔壁。他借用秀林乡农业讲习所。1946年搬到花莲下美仑。1957年台东关山镇山地诊所。1959年改为13神学院。1979年金总会改为13神学院。早期我们的学校是这样，13神学院早期的茅草教室。1957年，高俊明牧师接任第3任院长。刚接任时，因原住民教会纷纷设立，董事会有意要关闭神学院，将资源集中在新教会的拓展。可是高俊明说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持续，不要关13神学院。因此，高牧师对原住民神学教育有远大的梦想。虽然只剩下他和另一位老师，但仍得部分董事的同意及孙立莲牧师的支持，而坚持了13神学院。经过高牧师的奔走努力，又得黄章辉、孙雅各院长的支持，两人写信到普世教会，达到总会北部大会以及普世教会的关怀、奉献等等，结束了10多年的迁移流浪的日子。1959年3月27日，在受难节清晨，搬到了寿丰乡梨潭。我们到梨潭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大家只是开荒拓荒的精神去做的。1959年受难日，对13神学院关键性的一步，迁移到梨潭畔。老师学生上午上课4小时，下午工作3小时，读神学、搬石头这学校。所以，如果13神的学生没有像牧师的手这样粗糙他不是13神学的学生。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手都是切斑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早上搬石头、切石墙、做铺路。现在的13神学院是这样，我们没有把它毁坏。当人到13神学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个切的石墙。我们告诉学生说，一定要常常走这条路。当你们走的时候，一边祷告，一边默想过去的老人、过去的学长他们是怎么样铺路的。特别是这个上坡这条路，是我们13神学院的苦路。好。原住民神学教育的关键理念：不怕风，不怕雨，哪怕是大风大雨，我们仍然在工作。13神学院的重任，培育教会牧者与社会服务人才的使命，原住民社会文化的重要角色。经历多年历任院长立下神学教育的基础，直到今天，13神学院仍然保持每学期侍奉师生一起砍草、种树、整理校园的传统。这个就是上个礼拜我们的奉事中，学生都要穿雨靴，
手上有一把刀，还有锯子，要整理校园。中午有时候我们自己会烤肉啦，怎么样啦？这是这个样子哈。好，这就是高就明牧师的一个小步，与上帝同工，成就上帝的一大步。结论哈，当以色列人因为看见红海和追兵而害怕，摩西却因为信而看到那看不见的上帝。安提阿教会因为顺服圣灵，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向外邦宣教，展开普世宣教的历史。人因为远大眼光而敢于冒险，但冒险绝对不是鲁莽，而是在上帝的引导之下，清楚的目标方向后，积极的分享原住民神学教育的意向，并采取行动，一步一脚印的完成上帝美好的计划。我们一起来读上来。人生最大的风险就是不敢冒险，在事情完成之前，它总是看起来不太可能。你们要做建堂，很不可能，真的不可能。但是神与你们同在的时候，凡事都可能。阿们。信心，神已经把信心的种子播在你们的心上。神会赐给你们的是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留下眼泪的数十千，我们可以有1万个理由，但对基督徒来说，我们的使命就是只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来自上帝的呼召，上帝的拣选。今天耶稣在邀请敢于面对挑战的人，你愿意放下一切阻挡的因素，大胆踏出信心的一步，厚大做梦，经历上帝在你的家庭奇妙的作为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编织世界万物的上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万物都属于你的一句话大有能力。你说有就有，万般都因你而立。感谢你，你是历史的主宰，人类的救主。我们相信你，阿们。过往的日子，松山基督长老教会牧者、长老、执事们和弟兄姐妹，因着看见主上帝的慈爱与恩典，又想到在花莲那边有一所因你的名所设立的玉山神学院，目的是台湾原住民及台湾所有住民的宣扬福音的摇篮。松山教会不遗余力的祷告奉献来支持。感谢你，感谢你，我们的主。主啊，我们向松山举目，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们的帮助从造天地耶和华而来。主啊，你说你不叫我们的脚咬动，保护我们的是上主。松山教会是宝藏，有繁密的森林、树木、花草，山里面有丰富的矿产。主啊，这个是他们心里所拥有的。感谢你天父。松山教会的长满许多的花，这些花是因为听你的话，弟兄姐妹心中长出开满了公义的花、复活的花、圣洁的花、诚实的花、奉献的花、信仰的花、仁爱的花，还有耶稣基督仁爱的花，一束一束拿来在圣殿面前献给你，让你的圣殿充满着荣光、生命、喜乐、感恩。诚如所罗门建好圣殿献给你的时候，上帝的灵降下，使他们无法站住。恳求你天父赐福松山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欢乐献上他们的心，欢乐献上他们的歌声，献金、献死、献力，在主你的面前，主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丰丰富富的，一点不缺乏，赐福给他们。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遍。来，由上主拯救，
阮求救的时，阮王听阮。诗篇20篇19节，求上主拯救，阮求救的时，愿王听阮。篇19节，咱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11首，圣诗11首，请起立。有上主，伊何等伟大！创造万物，生产一个家，谁在热带青春荣耀？谁有求的力量？都从你教会，一切。会变化，安排有出处，可能重复，他的前进充满出营养，万物用力力量，手就把会场，一切。创造设计的感动，我完全的不断创造，你的恩典，你的光明，你主爱引我努力，不管做困窘的，无论并肩。请坐，奉献，请谢秀雅、林婉莹、施淑胜三位执事来负责奉献。
请起立。请坐。消息报告第2点，今仔日是玉山新人医奉献主日，特别派顾上优耀牧师前来讲道请安，多谢牧师，请兄弟关心奉献。第3点，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宣教组分享祈祷会。请宣教组同工以及关心宣教的兄弟参加。第4点，今日下晡1点要举行暑期花莲庆丰教会福音队第2次筹备会，请队员参加。第5点，宣教组定伫5月27日拜六上午10点，要伫教会举行赞美操福音地会。牧区消息第1点。少年团契定伫5月24日拜三上午10点，要举行团契聚会，邀请蔡尚志长老分享，请客友参加，有午餐、奉献部分若有错误，请用中集来订正。周间聚会甲下周圣工负责者，请家己看。请牧师补充报告，甲介绍新来的人客。好，咱即是咱来祈祷。咱来为着世界、为着台湾、为着伫各地宣教的宣教师祈祷，为着咱的教会事工，无论是咱教会内部起造的事工，也是宣教的事工，也是建堂的事工祈祷。为着华因的姊妹齐云甲舒迪，嘛为着身躯欠挽的兄弟姊妹，清真兄伊伫昨已经转来处理，伊今仔日嘛来到咱的中间，咱恳求主保守。那么为着西江兄、启胜兄、邓妈妈、金生兄、林鹤姐、素贤姐、道明兄、美容姐、民主姐、阿淑姐、顺行兄、阿卡姐、赵雄兄、来福姐、应轩、张老师、龚基姐、陈基雄长老、怡礼、素梅姐、方梅姐、谢丁兄、明理姐、阿菊姐、郭元兄、东龙兄、佑庄兄、李雀老师，互咱为着这事来祈祷，互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讲求你，希望阮的祈祷，帮助阮临病者的身躯软弱的兄弟姊妹，会当有主你的听伫因的中间，主讲求主你引带保守因，阮也袂为着教会来祈祷，阮的所有事工拢交伫主你的手里，恳求主你引带，主讲求主你坚固兄弟姊妹阮的信心，阮也要为着世界来祈祷，恳求主你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，阮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、服侍你，这是偌大的福气啊！主，阮恳求你保守帮赞，互阮兄弟姊妹会当按照你的话，伫即个世间行出合你心意的生活。主，伫祈祷的书顶面，阮也爱学习，因为真侪事虽然阮长期伫遐祈祷，阮看袂见即个成果，但是主，阮相信，当阮不断祈祷，主你一定会应允。主会照你的计划来应允阮的祈祷。主若无合你心意的，也恳求你来提醒、来修正。主，阮特别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。阮有真侪兄弟姊妹伫处理疗养，因伫遐做复健，也是长期伫遐接受医生的治疗。主，恳求你保守帮赞，互因紧紧恢复健康。也为着因厝内的人祈祷，恳求你保守，互遮厝内的人有健康的身躯，会当来照顾遮的病人。
阮也为着阮的教会的事工来祈祷，无论是对外，或者伫学校、伫公园、伫教会内面，或者是大人的事工、囡仔课辅班的事工，恳求你拢保守，互阮所付出的一切，拢会当透过你伫阮身躯顶所显明的疼，会当来传互遮的社区的朋友。恳求主你来看顾阮，也保守遮社区的朋友，透过阮的服侍，有一日，互因会当来认捌你。阮也要为着阮的教会的建堂的事工来祈祷，恳求主你保守引带，也互阮会当同心合意来面对即个真艰难的即个事工。阮也为着世界台湾来祈祷，阮看见即个世界是非常的混乱，总是主，阮恳求你，互阮对你遮也有仰望，因为阮相信对你，阮有大的仰望。虽然面对的是一个绝望的世界，但是主恳求你，互阮会当伫即个黑暗的世界，会当诚做光，诚做盐。主，阮也要为着今仔日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来祈祷，恳求主保守帮助即间神学院，也补足因的欠缺。也互兄弟姊妹会当三体替即间学院来祈祷。主恳求你引带阮头前的脚步，互阮每一天每一时拢会当行出合你心意的生活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即次来吟诗，圣诗382首，圣诗382首，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